上都安定一下吼，我这个世界嘅字眼吼，每天动定一下就是 Hello Kitty。唔错。做猫咪哦。佢唔係貓誒，佢無罪嘅怪物。冇，佢有卡通佢會講法啊，講佢無罪。跟兩下老再亮起來。哦，我會講法，你請他主持啊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都在做嘛，該上來做唔係人的東西。冇，因為其實這個世界就有個對亞當到嘅卡通人物有個夢想嘅感覺，像亞下嘅成年可能佢就會哦，我要做個 Elsa 公主啊，公主啊，佢要叫，佢咩動想去做公主，都動想去做啦。其實我做了解，因為我成就想去做恐龍，這更奇怪。有可能還奇怪到阿姨啦，阿姨就先恐龍妹啦。聽眾直接看哦，不是我想做恐龍，沒有可能咯。咱俩經驗係像國小是可以試的，國小就年生的時這種嘅轉福卡吼，所以然後去教係英共吼，有娃娃嘛，大家都有養娃娃嘛。誰有養娃娃？養娃娃，拜託該點好看啊！我會教佢上口啊，還有還自己寫黑板啊。那秋水是為自己練寫詩，他就練哦媽個。大分數，他都要用紅色嘅筆，那個粗的紅色。他粗的哎，他會補水，還有，他就但場就8分停停哦，還有打勾勾，因為線上搞他順，而且月，哎，這月太複雜了，我都是假上，星，馬上，嘿，所以我從寫實動想來做線上。夢從嘅國小嘅時節，真見動想去做新聞主播，因為佢用時語咧動有名嘅韓國戲劇《愛上女主播》，係咪同學？我媽媽啲看呢。真。你想講哦，跟藝美想去做主播，然後去參加嘅主播嘅夏令營。哦，真係喺啲批嘅電視台嘅主播嘅 V 嘅蛋糕，坐低講新聞安尼。唔講呢，各種各樣呢，我就知道人呢要有自知之明。因為我嘅公民當歐巴，歐巴都買長途。有一擺我同學老闆講，家庭，佢田公園可能會變了哦。蘇貞昌講佢風采會來，田公園可能會變了，我就講啊。做乜蘇貞昌講變了就做變了，幾萬年啦！嚇，你唔幾萬年？咁幾萬年，一睇就。就該冇聽那麼啊！幾萬年，因為其實大家都啲藝都當中醫生人嘅嘛，藝都當好生人嘅，我哋都會試啊。嗰種樣式藝就想跟藝。按愛生嘅嗰種藝就做去做幼稚園先生，哎用藝當年就都在同生嘅教啊，去照顧生嘅，結果真正做嘅過後冇按改，因為按愛生人嘅係啱啱一回事情。唔過呢，唔想看啊，唔係一個生人嘅，係規辦好嘅生嘅。韓國呢創造幼稚園先生，你愛圖生嘅，從平常時你上班法動作做乜嘅，做啲水動作，係做啲血開下。等一下，你上班喺邊度水動作？咩？做草麻嘅水。因為生年呢，水動做嘅時節，佢就會開始用慢，請媽媽，請爸爸會上媽媽。唔過呢，你最嚟叫愛水母啊，愛水母。會怪佢水母。媽媽在心裡不要哭。冇，佢就會見嘅，你就會怪佢水母，係愛你愛用男的啊水母啊水母，結果呢？佢下望水體，我就會水體咧。哎呀，唔過你就當艱苦，當痛苦，因為就當上去水母嘛。係嗰種嚟講個後來我做嘅3年過後，我講一隻條路對我來講咧，心理嘅負擔重大，我就留嚴重講拜拜。唔講嚴重講哦，留下來，我講我冇嘅咧。你去畢業咧？你畢業，他終於畢業啦！一下地方卡圖哦，圖家嘅外省啊，圖西西是好咧咩？怎麼解用按艱苦？一故事談喺動艱苦，唔過下係。阿英真嘅故事咩冇結平分啊？冇啊，動艱苦呢？冇，一些就冇艱苦。韓國我同大家講，我都一下行係夢想，我來做護理師。我差唔多出國少嘅時間，我就發現到哦，嗬，我動姜葉。有動到。還有我其實動姜朱砂，我自家朱砂就叫到愛死咧。還我同朋友朱砂，跟我用家沙啦。韓國我幾下年，然後就有觀察，我就發現到護理師真是係動辛苦啊，因為佢要接觸到嘅病人係十分多，唔單止要有專業嘅事情我來處理哦，上次嘅病人還會問哦，護理師啊，我按你做對冇啊？我按你嘅病情咁奇怪冇啊？一下有問題冇？一下正常冇啊？咦，到我啲全難嘅問題哦，啊，佢嘛是冇問題嘅事情，又想我同大家做一句，哎呀，護
不离是要进，可以了一讲呢，结婚忙啊，我有个吼苗苗3年的小结婚好无啊？当伊行会回答案的吼，伊都尿嘅问题就算嘞，行会一真能量嘅。去照顾病人，古说你看啊，底下就好尿嘅环境地步，行会懂真能量嘅来做。古说护理师真是吼，唔系按简单。唔过，谈讲安尼财创有伊生意嘅梦想，唔但像破体，唔但像烂体点点，还水到柜体内飞起真是系水到柜体内，因为爱想做控重小子。空腹然，爱定你可能做的长期是切对做唔得咩？爱是啲啊，可能基本上怎么会有小学同学来当空姐？年犬美就训狗，讲会没够好看。那是系训够啦，那是系训够啦，差一滴滴。所以应该的梦想是水到柜体内，因为凶水摸杠天呐，摸是昨天长茧哎呀，长茧昨天最厚，最好那个茧会长那么厚。对没？我想过啦，至少你做得上啊，还上就唔敢上。我爱去家就董小爱体验技师、技师哦，是比样机，嘿，是比样机嘅，嘿，而且有空安问题耶。我爱知道亚董很帅气，顶真气，因为爱看懂到嘅是比样机嘅西模爱都上到董奖，很有气质，佢就酸呢。韩国爱吃到四比行机吼，就董枪。不用多给 V， 韩国就唔滴爱四多奶 V， 就是好像什么叫爱四多奶 V？ 因为就像个，它好像没有像复查一样有那个轨道路线。有，是宽道啊，我想讲，董卿好像探险第二天奶不能乱飞，不能乱飞，打开一个不让去摸个航线图，去打沙开一个咩相。所以大概宽度有的几十几万去送偏手，好像就是放在那边。那是有自动导航的那个巡航。就像只有几十啊，不能这样宽你不应丑，可能有不应射下来呢。还有，你现在还想继续做吗？韩董兄哎，哦，那大家要小心，以后你去考哪间航空公司来绕台在讲，我们千万不要去做。皮肤唔差，股价直接跌一半。可以快点模拟，价直接跌了奶啊！真嘅台在股价跌一半嘛，该阿自己哈，唐讲咩董兄来做空腹演。冇唔錯，出嚟家下，捱咗隻手包嘛，就事情啦，冇相關啦。公司家下呢嘅飛鉗公嘅事，捱咗排泄講出，捱咩氣？你做嘛？因為看到佢哋親獎。因為其實真件細細嘅時去籌備樣嘅出過去了嘅時候，捱咗間嗰個哇嘅空腹人員啊！1000萬嘛，上來獎章做得做空服人員，故說呢，空服人員等於獎，故說那些愛做空服人等於沒獎懂獎。哦，嘿，就按我嘅意思。所以你現在做不了空服員，等於沒獎，等於不獎 ，no 獎，唔獎，係兩個意思嘛？嘿，也係金價獎，嘿，因為喺講其實太個細人妹都會有按我嘅空服人員嘅夢想，不過後來真研究成果就冇辦法嘛。冇關係啦，行生意做得個技術大變身嘛。就風氣可能係 M 嘅啦，本佢做啦。本佢做。前幾假使事件大轉來，我以前當時係建築是做高修，所以你一下行技術咧3萬哦，譬如講簽約報告哦，行政人嘅合會會議期盼，然後車議會線上合作嘅，那基本上創作人還有然後特別是合會府嘅，咪就那個基本上創作人，咪我咪都有去參加。我哋常常缺課，冇，喺為到你一隻學生哦，退踢我嘅透露，我去主區就係專心做高修，所以定愛準備愛發唱片，一首副歌這樣子，一首副歌。EP 都不是，闖啊闖，今天不闖，今天不一種啊，好。韓國好吧，生命的安多沙，韓國蘇哈，錯了嘅路卡。哇，時間又啦。哇，其實唔會差啦，但是那個浮誇的部分可以減少。係因為做主區嘅欣賞哦，根深蒂固太深咧，所以大家想到白開咪書即係啊，佢係主區啊，怎麼在走過去啊？那走過去你很微笑，怎麼在講 take over 咁樣？所以現在開始我不講話。好，那你等一下也不要講話，就場景用把你點掉。香港太上公，有來太打工。